嘛呀？干嘛呀？啊？让兄弟们过来参加你的追悼会吗？是啊。啊？搞得这么阴郁干什么？来这里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 ？Happy 耶！拜托你 happy 一点 ，OK？ 是啊，顾少，你这让我们看着多难受啊！你也高兴点啊！我开心不起来。怎么了？哦，小嫂子跟你生气了。如果是生气就好了。她说她要跟我离婚。Why？ 还不是她那个表姐搞的鬼。我觉得吧，小嫂子可能就是吓唬吓唬你的。你是谁呀？顾少爷，钻石男，一个正常的女人是不会跟你提出分手啊、离婚的这些事儿的。你不了解她，她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。管她一般不一般，她就是个女人。女人生气的时候，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嘛。你不要跟她计较，也不要跟她生气。等这件事情慢慢的过去，她就把离婚这茬给忘了。对呀，顾少，你看你来都来了，小嫂子今天难得也不管你，不如你今天就当做你的单身派对，让兄弟来操办。兄弟我定把你的追悼会变成一个大 party， 耶！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